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。你準備好我來彈鼓了沒有？我係介朋友阿寶咯阿 B， 記得上耳當好為做好食嘅東西哦。阿 B 啦阿寶記得佢嚟串湯咧。兩日啦，記得當面前準備料理。好記得開門咧。等啊，冇人來我記得還嚟當三毛，他們還是很勤勞。忽然間。超有人落來咧，門打開來咧。客人的客家話叫做來，細細落來坐，老阿婆老寫來，記得條門落背，唔敢看。來，請落來坐。再計阿婆話老寫來，記得是落來咧，坐地位要當。太陽阿 B 是來了。哎呀，請我愛什麼嘅呢？你點都好當到口味嘅披薩哦。你做得點牛肉啊、豬肉啊、香菜啊，韓國要當個貼嘅酥肉哦。老阿婆是講呢，請我乜嘅最便宜，兩時節啦。收落嘅披薩來哦，披薩來哦，來，披薩來，其實點一地披薩甜哦。兩時節。太陽阿 B 講，強勢。兩時節阿婆是老寫來一講，來，乾少食，夾食。所以講阿婆你唔信咩？阿婆講，哎呀，愛肚食唔會呀，肚子餓叫肚食藥。兩時節太陽阿 B 老我阿婆是講，你來做一件事情。記得是準備咧大披薩，老冰淇淋，我來招待老阿婆，老寫來喲，恭喜！哎呀，你都係我點都提100個銀行，免費招待不你都是，免費叫做50錢。兩時節啦，阿婆老孫吃到有安好，心貓。記得是吃到東飯，他們吃得很高興。原來老阿婆老孫呢，記得冇錢食披薩，冇錢食飯，所以決定送本記得食。三年呢，記得當晚就當晚兒離開餐廳咧。三下來天熱又有其他嘅，然後來到店度，太陽阿 B 開門嚟食啫。啥看到？馬上坐地門落背啊，下來要坐地順行，小行那連殺股。有一個銀行落到店度嘅時節，幾時變一隻殺股的啦？你哋介紹到底有幾多個銀行？係講到咧提100個銀行，咁咪有50錢咧？兩時節，太陽阿 B 發現咧，安個情形，兩時節啦，其實細打電話，本幾個朋友，亮，你愛食披薩嗎？來。分讓你來到我店度，根本你學我招待你的披薩50錢，所以前多個朋友是來到披薩店度來食好食嘅披薩。有時間，下來是點算了？98個銀行，99個銀行，提100個銀行，其實細走到店度去，繼續開門，太陽阿 B。老我阿婆韓國所有現場嘅人是講，哇，分讓你！兩時節下來喲，細去喊阿婆，家來食披薩，家來哦，你係提100個銀行，披薩50錢。兩時節阿婆當歡喜，細來到披薩店，太陽阿 B 老我阿婆是老手碌碌嘅披薩倒上來。兩時節下來嘅時候，阿婆講：阿婆，家食乾少食咯。兩時節阿婆是問幾個孫呢？你下來講：你唔食咩？小男孩說什麼？我食飽嘞，你食。兩時節太陽阿 B 讓我阿婆記得大家看，阿婆是講：細啦，這個是烤披薩，請記得啊。兩時節太陽阿 B 講，等下唔使趕緊，因為你下來啊，當大家享受電台。咋下來呢？有聽到叮，分享你提100個銀行，
又有大披萨，然后好食嘅 ice cream 冰淇淋，那甜嘅东西，哎，送俾佢哋去了。呢時節啦，所有嘅人都快樂。過了，因為大眾阿弟，讓我們阿婆記得當下分享，穿湯肚嘅人見來見到人下來捧場。記得嘅生意非常好哦，像那披薩，你感受到有分享嘅快樂，韓國有一種滿足嘅幸福哦。今日嘅故事是講到呢度位咧，希望所有的人小嘅小哦。Sing Morita